你好嗎？2017年係好特別嘅一年。喺嗰年6月9號同埋10號，會有一場好精彩嘅演唱會喺紅磡體育館。到時見。菩提本來無樹，明鏡當然亦唔係台。我倆就清風共度苦傳路，本來無人問我何處惹塵埃。念一次南無阿彌陀佛，如來佛祖打救你。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般若波羅舍利子，般若波羅無色聲香味觸法，般若波羅失心意，般若波羅無掛礙，般若波羅顛倒夢想涅槃。24歲還未破紅塵，在這荒謬世界空七獨真悲哀，一切有法如夢幻泡影，如勞役於電影，作如何是觀？在念南無阿彌陀佛，我一生太多貪嗔痴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般若波羅舍利子，般若波羅無色聲香味觸法，般若波羅身心意，般若波羅無掛礙，般若波羅顛倒夢想涅槃。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般若波羅舍利子，般若波羅無色聲香味觸法，般若波羅身心意，般若波羅無掛礙，般若波羅顛倒夢想涅槃。般若波羅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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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菩提本來無樹，明鏡當然亦唔係台。我倆就正逢窮到苦傳浪，本來無人問我何處惹塵埃。念一次南無阿彌陀佛，如來佛祖打救你。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般若波羅舍利子，般若波羅無色聲香味觸